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去年去中国失踪的枋寮乡的乡政顾问李明基，竟然被中国指控是间谍。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11号来报道，讲中国的国安机关最近是破几啊件间谍窃密的案件，抓到一批台湾的间谍，过来公布李明基认罪被道歉的影片。 李明基是伫去年8月为香港入境中国的签证了来失踪，尾也证实去互中国拘留逮捕。陆委会发表声明，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作为，根本就是恶意咧破坏两岸的关系。 中国军机来扰乱嘛，加强文攻的力头。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20日报道讲，有中国国安机关最近破几百件间谍案，抓一批台湾间谍，佮公布去年4日呢，槟榔关枋寮乡政顾问李明基会师的影片。对，就是很抱歉啊，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啊，那也对祖国、对国家或许有一些伤害。那我觉得暴力是绝对不对。 李明基去年8月20日为香港入境签证了失联，9月份正式由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安罪名抓去。影片中完全无交代讲伊敢有律师为伊辩护，以及伊的法律权利敢有得到保障。陆委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动机，真的是让人完全无法度接受。这是对岸恶意政治炒作，诬陷我方人员从事间谍行为，迫害破坏两岸关系，干扰台湾自由民主法治社会的正常运作。 陆委会除了强烈抗议违反人权的种种不实的指控，嘛强调讲会完整掌握案件进度，提供家属必要的协助。